有冇聽過人講錢係買唔到快樂？我其實係好七真人哋講呢啲說話嘅，尤其是中小學校嘅老師，好多時候都會灌輸呢種做人冇咁物質嘅思維啊。但係其實你知唔知佢哋只係麻醉你嘅思考模式，慢慢將金錢同一個人格清高與否掛鈎，覺得你有錢就係滿身銅臭咯。但係點解我哋唔可以同時做一個既有錢又有品格嘅君子啊？試諗下，當你有錢嘅時候，你可以幫自己買時間，做自己喜歡嘅東西，不斷進修自我。當你有錢嘅時候，唔怕拒絕別人，唔需要再盲目睇人面色做事，你會有自己嘅格局同底氣。當你有錢嘅時候，你更加唔使再擔心屋企發生咩突發事情而應付唔到。錢係最直接嘅工具，去保障你生活上嘅快樂同幸福。所以聽到呢度嘅你，一定要鼓起勇氣，勇往直前，唔好放棄。你要為你嘅家人，為你自己，為另一半努力，呢個係最基本嘅條件。搞掂呢個心態，你先再開始鑽研點樣錢滾錢，點樣投資。相信我，你同你心愛嘅人會變得越嚟越幸福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廖太元嘅龍。